RCS 即时通讯。以下是热门搜寻结果。维基百科的资料如下：进阶通讯解决方案是由 GSM 协会发起的，旨在建立基于 IP 多媒体子系统基础上进一步丰富运营商通讯服务的计划。RCS 主要功能包括强化了电话簿，增加联络人资讯，例如在线状态服务探索，强化了信息，增加多种信息选择方案，例如聊天室、表情符号、位置分享与档案分享。参考维基百科。要怎么关掉啊？安卓用户赶快关这个功能。诈骗集团会利用这个窃取个资，大量窃取个资，发送诈骗简讯，像缴水费、停车费、罚款未缴纳等理由。那个叫 RCS 即时通讯。